可別被我的手藝給嚇到了啊！哇，小姐，你簡直就是仙女下凡吶！阿廣，你的手藝可真越来越好了。那是我的手藝，那可是真人版的 Photoshop。再给你个秘密武器。这什么啊？荧光粉，晚上啊涂在身上，增加洞房情趣。你说什么啊？晴柔，晴柔。哎呀，我女兒真是漂亮極了！哎呀，我都捨不得把你嫁出去了。要記住啊，這兒可就是你的娘家。常常回家看看爹娘。女兒記住了。吉時已到。起轿。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！什么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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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去！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抢婚？不行，我得开动腦筋，想辦法才行。亲们，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發現一頂紅轎子？啟稟將軍，剛才有一頂花轎經過。哎，王爺來了！吁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爺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讓秦柔身陷險境，也好有罪。啊！此事暫且不提，你先起來。現在找人要緊，追問到什麼了？我跟隨他們的蹤跡來到此處，剛問的守衛說，的確有頂花轎出了城門，我正要帶人出城尋找。慢着！啊！哎呀，秦柔！秦柔，這本來是我給秦柔的閃粉，是為了……為了什麼？哎，別管這麼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這個足跡，就一定能找到秦柔。來喝，來。哎，也給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閉嘴！來，喝喝喝！瞅你那小氣樣，給一口能死啊？再不閉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錯了，我錯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出來！是。老大，你確定沒有綁錯人？你不是要我們去綁成親的靈旗王妃嗎？那就沒錯了。
我们看着他從將軍府上了花轎，還有王府的人跟着。怎麼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。要怪，就怪這個丫頭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認識他？認識個屁！把人給我盯緊了，人要是跑了，1分錢都拿不到。是。哎，嚇唬嚇唬得了。是。吃吧。来，喝酒。不解开我，我怎么吃啊？去，吃菜啊！好嘞。再胡說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錯了 ，sorry。哎，行了，算了，哎，接着喝，来。你給我老實點。哎呦，背有點癢。挠挠。來，吃咱們的。好嘞。喝酒啊！好，來乾了，喝。